在台南街头，就像走进一首交响曲。打开耳朵，美妙的音符就在你我身旁。2021台南国际音乐节，邀请大家一同享受天籁之音。首届的台南国际音乐节即将在9月25号正式开跑。那今年因为正逢疫情，活动的办理真的是非常的辛苦。但是我们总是认为音乐可以振奋人心，音乐可以抚慰人心。那透过很多的美妙的乐音，在教堂、在图书馆、在动物园、在美术馆各个台南市的角落来开办不同形式的音乐会。希望让所有的市民，让全国爱好音乐的朋友们都能够来参与我们台南国际音乐节。很多人就说，国际音乐节那怎么都没有看到国际的音乐家或是什么？也许对很多人、大部分而言，国际这个定义就是外国人的脸孔。我们会发现，其实很多台湾优秀的音乐家在国际上发光发热，然后或者是甚至很多音乐家其实都是旅居在国外。其实他们都是非常优秀，也是值得被大家看见的。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这是第一次举办，那也见证了更丰富了我们台南的艺文生活。台南民众事实上，台南作为一个文化古都，不能没有音乐。那当然我们有很多音乐，譬如说音乐节庆，像贵人散步啦，像很多的活动或是音乐活动，像但是这是第一次我们举办的台南国际音乐节，是国际性质的哈。那也希望说在疫后的这个整个活动中，我们台南国际音乐节可以打响第一炮，也可以为市民朋友们的艺文生活更丰富。那也可以在美术、在民俗之外，我们还可以展现艺文。也是这个音乐也是我们台南的强项。那更希望说大家市民朋友们，老定酒老咖，阿布酒阿巴，大家一起来。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9月22号礼拜3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在疫情降为2级以后，台南市政府9月25号将在新市举办第1场的大型就业博览会，到时阵将有超过5000个就业机会，欢迎有需要的民众前往找头路。利用厂商找人才、民众找头路的需求，台南市一年一度的就业博览会，在疫情解封以后，第1场实体的大型就业媒合，9月25日将在新市办理。到时包括职业咨询、面试的模拟、甲履历的检检等交通大众服务，拢会全面变。预计有93间厂商提供5329个工作机会，有一半以上拢是超过3万块以上的职缺。3、2、1，请启动。好，我们现场看到象征薪水的金币就这样升起来了。这场就业博览会就在9月25号上午9点，在我们新4区联合活动中心后方球场办理。这也是我们在疫情趋缓之后、疫情警戒降级之后的第一场大型就不会。原因是希望说很多这个求职跟求财的千里马跟伯乐之间能够找到最好的这个连结。我们知道疫情事实上在很多国家都造成很大的冲击，那在台湾我们也希望将这个冲击降低。目前为止，台南市由于都市的发展，由于产业的发展，是全台湾应该是6都里面失业率最低、劳动参与率最高的。我们也希望说延续这个好的成果，我们不因此而放松，还要加紧，希望更多好朋友能够来找到你们想找的工作。
乐工局不止办精彩，嘛办理多元的职业训练课程，协助乐工提升工作能力，稳定就业。所以会长嘛安排6位优秀的乐工接受市场表扬，鼓励乐工朋友多多利用。培训让我得到新的工作、人生新的方向然后带动我家庭很顺利，让我2位，因为我是单亲妈妈，所以跟平常一般的人有一点要更努力吧。因为包括我们有身障伙伴，也有视障伙伴，他是学这样的一个视障按摩的部分。他每一个也有学化妆的，也有学餐饮的。现在今年单选的6位，在职场上真的都扮演职场达人。他刚才跟我们分享的伙伴，他又特别分享学校的老师更有爱心，为了他让他们能够稳定就业，都在持续关怀的部分，这是我们台南特有的文化。不管是想要找头路，还是换工作民众，9月25上午9点到10点，来一逝新市三民里活动中心，替家己增加就业机会。台南新闻本集采访报道。为了避免少年朋友伫找头路的时阵，钱拢还未赚到，就被欺骗。台南市劳工局特别甲女味道手郭宏志合作，推出防止诈骗以及卖侵犯隐私这2支宣导影片，希望借重郭宏志的影响力，加强青年朋友找头路的安全。前美国职棒选手郭宏志的生涯奋斗有真正面鼓舞的力量，加上伊嘛是台南人，家己开店做头家，所以劳工局特别邀请伊担任求职防骗的代言人。日前伫嘉南一大学球场所拍2支宣传影片，嘛正式甲大家见面。片中呼吁大家接握357的原则，会当安心，唔惊受骗。谨记求职357口诀，面试不上当。3必问：1. 问自己是要一份工作，还是要找一个事业；2. 问明相关的劳动条件；3. 问明确实的工作性质及职务内容。5必看：1. 是否合法经营；2. 待遇是否不合理；3. 是否暗藏求职陷阱；4. 面试是否过于草率；5. 是否有公司确所在地。7不做：1不缴钱；2不办卡；3不签约；4不购买；5不离身；6不饮用；7不非法工作。谨记求职357，与陷阱说拜拜。开心啊，就是可以从这个过程中也自己了解说，类似跟劳工局的一些配合，然后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在求职或是当资方这一块，我们要怎么做可以让整个环境变得更好，这样子。劳工局将每一个求职者当作家己的囡仔，总是伫这个时阵千叮咛万交代。不管是找头路还是打工，千万唔通交身份证被不法业者使用，或者是还未上班就要买产品，询问甲就业无关系个人资料等等，都一定要注意。当然是公部门的办理相关的求财这部分，应该都是蛮 OK 的，但是有些人就是会想歪路，透过这样要证件、要缴定金、要先买住户、要缴多少钱来这位小给那这所有年轻人思考没有那么多，利润较好，就踏进去的，事实上那都是一个陷阱。近年来求职诈骗手法不断更新，所以为了让大家保护到家己的求职权益甲钱包，市府劳工局甲郭宏志联手1年校园，做伙夜去求帮，拍破求职限制，定无优胜的环境。台南求职必胜，来3、2、1，请挥击。好，我们请高主任。新闻本集采访报道。110年，台南市好人好事代表经过2阶段的评选，总共选出15位得奖者。虽然每一位身形义举的形态拢无同，但是因拢有热心助人的心。得奖者的名单正式公布，预计将伫这个礼拜6、25号举行颁奖表扬。由社团法人台南市好人好事运动协会主办，110年台南市好人好事代表的选拔，经过2阶段的评审，日前总共选出15名的得主。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第2阶段的实地访问
嘛改用视讯的方式来进行。本年度呢，共选举出15位的好人好事代表哦。这些代表呢，他长期在社会上的热心公益、默默行善、乐于助人的这个义举呢，深获我们的敬佩，也是大家学习的这个典范哦。他们的善行义举形态有所不同哦，但是都有着一颗乐于助人、与人为善的心哦，也充分的来表达他们关怀别人、人心本善的基本光明面哦。今年呢，因为受到这个 COVID-19 哦这个疫情的影响呢，那我们的这个评审呢，在复审的时候呢，没有办法这个群聚来这个评鉴哦。所以呢，我们拜了现在的科技之势呢，我们用了这个复审的时候以视讯会议的方式，然后呢，圆满的来选举出今年的好人好事复审的工作吼。咱真做一个评审，也是真做一个民意代表，特别感谢大家用心的付出。我想大家人吼，拢是今年度一时之选。吼，今年虽然亲像咱理事长所讲的疫情的关系，吼，但是大家人的讨论甲事先做的这个功课吼。这绝对吼嘛无因为疫情的关系吼有小可疏忽。我会记这现场咧讨论的时候，虽然阮即道用视讯会议，但是我的手机吼嘛甲大家视讯到无电啦吼，这就让可见看大家人吼，这伫讨论的过程当中吼，真正非常用心。这15位好人好事代表，虽然每一位的身形仪举、形态拢无同，但拢抱着善心。而且经年累月，点点啊行善，精神使人感动。当选这个台南市的110年的好人好事代表。那首先今天也荣幸代表好人好事代表来这边致辞哈。那首先也要感谢我们媒体记者长期间的宣传报道，让我们这个好人好事这种善举能在社会上延续。那本人也在这边也是责任的开始了，也呼吁说善举做善事不是一时的，是长久的。南区啊，迄个回收场我较早去伫遐做分类啦，就去安尼做。迄阵啊做，阮遐囝，阮嘛甲讲，迄身体、身躯足惊人的嘛，无啥甲我反对。我讲无要紧啦，洗洗就好啦，就安尼。互我会当，互我有一个寄托，身体歹，互我做遮有一个寄托，安尼啦。即面怎无反对啊？就安尼做到尾手。阮老公身体也怎无好，迄阵啊，拄我骹有咧卖白吼，卖白楼我怎讲无我要倒来庄骹，我一块厝里我怎倒来去煞做啊？煞做主席就拢参加去主席访视啦，去共助念啦，去啥拢做回收我遐怎就用一个定点嘛。伫个各社团、工会甲基金会推荐15位得主，涵盖各行各业，有企业的头家、退休教师、医生、技工甲美发业等。协会将伫个9月25，伫个安平的福尔摩沙游艇酒店来举办颁奖的表扬大会，希望借此抛砖引玉，发扬社会善行。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政府推动用公电城政策，22号由市长黄伟哲主持新市区富安3街顶4位停车场的太阳供电系统启用仪式。议员陈碧玉、林志典甲李伟智也到场参与，共同见证。交通局配合市府日能供电政策，伫109年规划新市区富安3街停车场顶4个停车场，率先试办太阳能供电停车坪建置，有5年发电量大约为129万度，以去年台湾每户平均用电4068度计算，会当提供317户家庭用电。富安3街这也是这一标里面面积最大的，大概是有1000坪的这个面积，大概有129个停车位。那这个场地大概每年可以发大概500个千瓦的这个发电量。我想整个市场完成之后呢，这个市场每一年的发电大概可以加起来是1010千瓦。那大概每一年可以为市府增加大概70万以上的这个收益。以富安3街以及另外3个停车场。
发电总设置容量为1010千瓦。厂商将电卖予台电后，市府每档大约会当收到70万的回馈金。市长黄伟哲表示，会将这回馈金全数交由当地来使用。我把这个70万都拨给公所，咱立领永远当个庆，你看无？把回馈的钱都拨给公所，挂好地方，市政府无要摕，就是予地方来做一个这个活动要做啥拢会当用，尤其咱在地规律会当做的部分，咱拢尽量做，会当互咱的社区、咱的百姓得利。然后日后我也希望说，我们在做一些清洁的工作那个清洁的工作要维护嘛，清洁工作尽量要包给地方，咱社区的里民来做，因为这种清水啦，你就知影讲这是真正清洁，所以清洁的工作也能就业机会保留给地方。那光电的回馈也能保留给地方，我们是否得到什么？是否是得到我们有更多的绿能，能够帮助国家的整个绿能的发展。除了目前员工的这4处停车场以外，台南市目前有28处停车场正在施工当中，以及6处规划当中的停车场。交通局也持续评估适当的所在建设绿能停车场，增加能源供应，并提供民众早日头当好的停车空间。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转来新闻现场。为了让医护人员甲就医民众有更加好的空气品质，维护健康，医院陈义珍再度结合爱心企业冰点冷气，捐赠除湿机予生态病院，感谢医护人员伫防疫第一线的付出甲贡献。市员陈义珍甲暖心企业冰点冷气公司关心医护以及民众就医时的空气品质，特别捐出10台冰点除湿机予生态病院使用。17日上午，伫生态病院大门举办捐赠仪式，由生态病院副院长林志胜代表接受这份来自社会上的暖心大礼。好 ，smile。非常感谢我们冰点冷气由我们的林经理来代表来捐赠这个刚才我们林副院长所说的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防疫物资及时雨现在正好缺乏这个除湿机让他们能够来不管是环境上啦储存相关的防疫物资上都非常重要。疫情期间其实大家都很辛苦，也不知道说我们冰点能够帮什么忙。那好在有我们宜真市议员这边做联系，那跟我们成大医院做接洽，那希望说这只是我们略尽绵薄之力，希望在疫情期间可以有所帮助。送给我们的这个除湿机正好是我们现在需要的，因为很多的防疫物资，它必须在储存上面有一些环境上的一些要求。那我们正在想要张罗这个除湿，因为防疫物资越来越多，本来所设的空间不够了，要新增一些空间。正要张罗的时候，我们议员就跟我们联络说，有厂商愿意捐助我们这真是及时雨，非常非常的感谢。副院长林志胜表示，目前病院上需要的防疫物资就是除湿机，这器材有价会放伫咧负压专责照护区以及实验室等上需要的所在。真感谢议员陈义珍的牵线，以及冰点冷气的暖心赞助。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配合政府的防疫政策，东区鲁龙里将中秋火锅联欢会延后改成伫南天府的庙埕，预备鲁龙里发展协会所采买文旦，不但做公益，佮含厝内人做伙防疫过中秋。因应疫情的相关政策，东区裕农里今年特别把中秋节的火锅联欢会改为文旦的义卖，18号上午9点伫南天府的庙埕来举办活动。现场有真侪议员，佮有议员的助理嘛，拢有到场来支持。议员因嘛拢热情的摕出家己的钱来买，
希望透过义卖所得到的钱，会用帮助到经济需要帮助的里民。我今仔日是阮要办这个中秋佳节的这个火锅啦吼。因为疫情的关系，市政府嘛这关真担心。咱公所区长特别来甲我讲，无咱这个火锅延后啦吼，嘛才办的啦。我讲延后，我通订柚子吼，这中秋过节过，佮送油啊嘛，甲无安尼，我就食好食油啊吼，来做一个义卖。那么义卖的动机就是讲，咱蓝天湖有一个慈善会，我甲今仔日咱所有的这基金吼，然后转为吼义卖的这金额，转互咱慈善会做一寡这慈善的基金。那么慈善会咧所做的工课就是救急不做穷啦吼，就是作为只咱救济金咧用，所以吼我嘛是慈善会的这个干事之一啦吼。所以平常时阮拢去访视吼，访视做这个送援救济金安尼吼，有这个盛举啦吼，来因大家做伙来共识吼，来参与这个爱心的活动吼，以上祝福大家。这摆义卖所得拢总是26800块，会甲这个善款全部捐予南天府的慈善会来做运用。慈善会今年除了帮助真济受到疫情影响的家庭以外，伫平常若拄到家境较困难的家庭，可能有时阵常常需要紧急的医药费的时阵，拄到这种状况，慈善会就捐出善款来甲因协助。最后要提醒大家，连假期间一定要做好完整的防疫措施，才袂互疫情搁一摆来失控。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好天，中昼过后北渐对顺雨的天气，温度28度到33度，落雨几率有4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高阵风是6级。感谢你收看9月22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